们在这新春的时刻，我们一同来到上帝的殿中，起来敬拜他，献上我们的称谢与赞美。首先，我们为新的一年有平安祷告。经文如此说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我所赐的，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耶稣的平安，无论顺境或者是逆境，都有主的保护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为有上帝的平安，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属天的平安可以临到我们的家庭当中。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我们要更多的能够来领受主啊，你那主的家和永恒在我们每一个协力每一个家庭里面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愿你的平安来充满我们的心，保守我们家庭出入平安，身心灵健壮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。我们也继续为新的一年有喜乐祷告。圣经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在说你们要喜乐，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从主而来的喜乐，不因环境改变而失去了盼望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是我们心欢喜灵快乐，也是我们肉身安然居住的神。主啊，愿主使我们的心常常因你而欢喜，在工作中有喜乐，在服事中有喜乐，在家庭当中也有喜乐。主啊，我们要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因为在你的里面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让新的一年我们更多领受属天的喜乐。主啊，来向你来祈求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。第三件事情，我们为新的一年有盼望祷告。圣经如此说，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，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求主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，给我们新的盼望，让我们对上帝有信心，使我们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是稳固的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让我们更多的定睛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眼光。主啊，让我们领悟心思意念。主啊，那个时候有盼望。主啊，使我们有心不至于灰心。主啊，来坚固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更多的主啊，能够来仰望你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啊，你也是赐下丰沛应许的神。主啊，你是我们永远的盼望。主啊，当未来正是面对未知与挑战的时候，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相信，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使我们每一天都带着信心可以向前行。主啊，感谢你。我们也为新的一年有新的开始来祷告。圣经说：看哪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新的一年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，但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做新事的神，他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们一起开口为新的开始来献上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主啊，你是做新事的神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道路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使我们开始感动，让我们可以来坚守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你必为我们来开道路，赐给我们新的意念、新的眼光，相信你必做新事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因为你是那奇妙可畏的神。主啊，你也是世上那恩典的神，是我们的供应者，是耶和华的名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。接下来，我们为新的一年与人和睦祷告，为我们的家人、朋友、弟兄姐妹有和睦的关系献上祷告。圣经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耶稣也说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。我们要学习与人和睦，在新的一年为与我们身旁的人有和睦的关系。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这是
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位和睦的人，帮助我们能够在家庭、在教会、职场、学校中成为一个和平之子。主啊，来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与纷争。主啊，愿你的饶恕，主啊，所赐下的那个和平，主啊，包容的心，主啊，都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啊，来帮助我们，可以来主动的去修复关系。主啊，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来看见上帝的爱。主啊，愿神主能够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谢谢主。最后，我们为新的一年有祝福祷告。我们看到，在新的一年，很多人都在求平安，都在求祝福，但真正的祝福和平安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愿主的爱能够加倍的倾倒在每一个人身上，让我们可以领受属天的喜乐，领受从天而来的赐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在新的一年，主啊，愿神能够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成为多结果子的生命，祝福人的生命。求主能够赐福我们的家庭兴旺，事业顺利。主啊，我们也要看到教会的复兴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使我们不仅领受祝福，更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使我们所到之处，主啊，都可以流入主啊从你而来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我们要谦虚地走在你的心里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主，谢谢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将新的一年完全的献上给你。主啊，愿神能够来引领我们前方的每一个道路，每一个脚步。主啊，愿神来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，在新的一年赐下盼望，赐下信心，赐下从天而来的喜乐。愿主的恩惠、慈爱与信实天天与我们同在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想邀请弟兄姐妹呢，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呢，带着欢喜快乐的心呢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可以更多来领受从天而来那属天的喜乐。阿们！我们可以一起来拍掌。心中最大的力量，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，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临近我心中极大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再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主天地的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那现在来敬拜他。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咿呀哦嗨呀，嗨呀，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。我感受你奇妙大爱，在
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。领受天堂来的喜乐，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。我感受你大能力量，引进我心中极大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再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，我心不再忧愁失望，因你是我生命力量。哈利路亚，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，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主天喜乐现在降临，充满我心。我们更多的来敬拜，来赞美他们。更多向神来呈现。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，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唱到副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比这个动作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可以吗？再换边，赞。那再手举高高，哈利路亚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可以跟着我们敬拜团可以一起来比这个动作哦。那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哦，开始拍掌。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，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。我们高声呼喊，高举耶稣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开始喽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
愿神能够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，我们可以更多的向神来献上感谢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。我们要更多的感谢神，他赐给我们丰富的预备，感谢神他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他一直在我们的身旁，也感谢神我们祷告他蒙垂听，也感谢神我们曾经风暴他赐下丰富的供应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感谢爱我们的神。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住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季，感谢神抹干我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，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为梦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中的安慰，感谢神赐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，感谢神赐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赐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赐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赐明天盼望，感谢神直到永远，感谢神直到永远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圣诗。